大家好，網上嘅朋友、現場嘅朋友都歡迎嚟到香港新聞博覽館賽馬會資訊素養公眾教育項目嘅講座。今日係12月13日，其實喺歷史上咧亦都係好值得紀念嘅一日嚟嘅，因為88年前，即係1937年嘅12月13日啦，侵華嘅日本軍隊就攻陷咗南京啦，亦即係當時嘅中國嘅一個首都。咁就展開咗長達40日嘅南京大屠殺。國家亦都將今日呢就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再過4年之後嚟到香港啦，日軍呢亦都開始攻擊香港。喺1941年12月13日，日軍呢就已經佔領咗九龍半島，就開始喺九龍嗰邊呢就向香港開炮攻擊。到咗12月25號啦，當時嘅港督楊慕琦就正式投降。香港從此呢就經歷咗3年零8個月嘅黑暗日子。喺呢個咁有歷史意義嘅日子呢，我就請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鄺志文教授，同埋資深報人陳偉文先生，嚟同我哋講下香港戰役嘅詳情啦，同埋喺呢個艱難歲月當中呢，我哋嘅前輩報人係點樣堅持崗位嘅。就而家首先交俾鄺教授先。多謝黃生嘅介紹啊！等先，我個 PowerPoint 係咪大家都睇到㗎啦？我應該點樣可以令到大家睇到？係啦，唔該晒各位啊！係啊，咁好多謝黃生嘅邀請啦。咁因為我同偉文大哥就有呢個機會都幾得意，就係因為未試過同台咁講。多謝你哋。係啦，咁即係其實本身個 idea 就係諗住話即係一人一半嘅，就一半講呢個日據時期嘅中上環，咁由偉文大哥就講嗰個報人嘅經歷。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好有意思嘅一個即係機會可以，因為其實老實講就係我自己就做即係日據時期就做得多嘅。咁報人嘅經歷，咁以前謝明仁先生寫咗好多啦。咁跟住我自己就好唔熟嘅，咁我自己都想知多啲嘅，所以今日我同偉文大哥嚟學嘢，係啦。咁所以我一開頭其實係我諗接頭呢40分鐘到45分鐘左右，其實係一個即係背景介紹嚟嘅，即係我哋講咗日據時期嘅即係中上環先，係啦，即係淪陷嘅時期嘅一個情況咁樣。咁我因為呢個係星期六嘅下晝咧，我就唔希望要大家咁辛苦啊。咁所以咧我哋嚟緊接下來嗰45分鐘，其實大部分時間係喺度睇緊圖嘅，係啦，大家會係花相當時間去睇圖睇相，咁我哋就一齊睇下啲 detail 咁樣嘅，係啦。咁我一開始你會見到呢張係咩嚟嘅咧？其實呢張相好特別嘅，呢張相本身係非常之細張，成張相加埋好似我隻手指咁大嘅啫，其實係啦，即係2隻手指嚟當，2隻手指咁長。咁但係我哋用新嗰啲 scanner scan 出嚟咧，就都相當之清楚。咁係咩嚟嘅咧？其實係一個日軍嘅私人相簿裏邊嘅一張相嚟嘅啫，係啦，散收嘅相簿唔見咗啦，得翻本相。咁我哋好彩就即係得到呢個機會就可以 scan 張相啦，咁樣可以用。咁呢張相其實應該係日軍喺1942年1月左右影嘅。咁所以呢個就應該香港啱啱淪陷咗幾個禮拜嘅狀態嚟嘅啫，係啦。咁你畫面度見到其實係咩咧？就係首先其實你係會見到匯豐銀行嘅藍點呢個位下低就匯豐銀行啦，係啦。咁所以你大概知道而家望緊邊個部分，但係其實就係上環到差唔多西營盤個頭啦，正面。咁然後你嘅左手邊側跟呢邊就一路由中環掃到去金鐘嗰位。咁你而家見到呢度咧，其實中間呢條線係咩嚟嘅咧？其實係一條我從來都唔知嘅嘢嚟嘅。就係原來喺香港戰役期間，似乎喺香港島同九龍中間係有一條 boom line 嘅。boom line 係咩嚟嘅咧？即係嗰啲防潛網狀嗰啲物體啊。嗰啲嘢係攞嚟做乜嘅咧？就係阻止對方啲登陸艇。係啊。咁原來西區有條咁嘅線，我而家先知道。係啊。我從來都唔知。我寫咗咁多年香港戰役，我而家先第一次見到吓，原來有條障礙物喺度㗎。咁唔怪之得冇直接喺西區登陸啦咁樣。咁我點解要講呢樣嘢咧？其實就係喺即係大家對個香港戰役個過程應該相當之理解㗎啦。咁我今日亦都唔會重複。咁九龍淪陷咗之後，頭先黃生講啊，13號英軍撤出咗九龍，咁淪陷雙方就喺隔住維多利亞港炮戰，炮戰咗5日之後，就12月18號夜晚咧就喺東區嗰度登陸。
咁然後由東區一路就打向西，打向灣仔同埋中環方向，就差唔多去到25號，即係其實唔係差唔多係去到25號嘅下晝咧，就英軍投降。OK， 當時日軍就已經推進到大概柯布連道嗰個位，即係去到灣仔臨入金鐘嗰個狀態，係啦。咁所以我起手講呢張相點解咧？其實就係喺香港戰役期間咧，就中上環呢個 area 咧，其實冇乜點受過戰火嘅洗禮嘅，係啦，其實就冇嘅，即係唔係完全冇嘅。譬如匯豐銀行係有中過炮彈嘅，你今日去到皇后像嗰個和平紀念碑下低嗰個台咧係有彈痕嘅，係啦，係有啲炮戰嘅點講啊，有啲痕跡嘅。咁但係你話有冇好激烈嘅巷戰咧？冇嘅，係啦，有冇空襲咧？都冇嘅。咁我哋後來睇翻就係日軍佢自己有即係有個別參謀咧喺戰後甚至乎聲稱就係佢哋係特登避開打呢個部分嘅，即係進攻香港嘅期間係避開炮轟市區嘅，尤其是中環呢頭，係啦。咁原因佢哋就話因為佢要接管呢座城市，呢座城市有政治同埋謀略上嘅功能啊。咁我哋應該會講多少少呢個部分。咁所以就解釋咗就係喺個香港戰役期間，其實呢個地方咧就有受到戰火影響，當然啦，但係冇直接有戰鬥發生嘅，係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起手見到嗰個狀態。咁因為今日講報紙啊嘛，咁我都抄一抄啲舊報紙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喺即係戰鬥期間啦嚇。咁其實報紙係仲出緊嘅，係啦。首先即係喺嗰18日裏邊，由1941年12月8號到1941年10月25號呢18日裏邊咧，其實啲報紙係仲出緊嘅。咁譬如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啫。華僑日報，咁我睇咧，其實我都嚇一嚇嘅，就係哇，即係到底報乜嘢好咧？係，即係到底報乜嘢好咧？呢兩張係我有樣嘢唔係好明，可能應該要阿偉文大哥提醒下，就係呢兩張係同一日嘅報紙嚟嘅，都係12月24號嘅報紙嚟嘅。咁但係佢又唔係晚報啊，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一日出兩個版本。點都好啦，但係佢哋個期數係唔同嘅。OK。佢哋期數係唔同嘅，左邊先嘅，跟住係出右邊嘅。咁你會見到就係咩咧？就好明顯係假新聞嚟嘅，即係喺度打氣嘅啫。因為12月24號大家都知道其實輸咗㗎啦場仗，第二日投降㗎啦，係啦。日軍已經上咗香港島個岸，已經打到去差唔多灣仔。24號嘅日軍24號夜晚，日軍應該喺禮頓山嗰頭，最前線喺禮頓山嗰頭，差唔多去到灣仔峽，山上面就去到灣仔峽。咁喺赤柱嗰邊已經過咗聖士提反書院嗰頭，係啦。咁即係其實已經相當尾聲㗎啦個戰鬥。咁但係你睇翻張報紙24號上晝嘅報紙啦嚇，應該係佢就話啦，我軍大炮在新界怒敲。我軍喺邊咧？就係佢就話國軍反攻啦，就從後攻擊日軍啦，救佢哋啦咁樣。咁然後就話咩啊？冇機關接電，大步拗發現我軍前鋒，哇係好啊，係好啊。咁但係同時咧就有啲好現實嘅事都講緊嘅，就係隔離啦，警告大眾晚上露火光及喧嘩，警察即可開槍射擊。所以其實係一個一片肅殺嘅狀態，但係又盡量唔知點樣邊度揾到啲好消息嚟噏下嘅一個狀態，係啊。咁其實都即係我可以想像當時嘅報人其實都好辛苦，即係到底我應該報乜咧？而家肯定係大規模地搜查啲新聞，佢唔會任得你寫㗎啦。咁佢又會俾啲咁嘅消息你，咁你報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大家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其實 the end is coming 咁樣。咁然後佢就話啦，食水供應故障1-2日可掃除，哇！即係又係好消息啦。咁但係實際上當然唔得啦。另一邊就話啦，與港方取得密切聯絡，實行總反攻，在港登陸日軍有準備撤走模樣。咁即係相當 upbeat 嘅，即係相當正面嘅消息啦。咁但係就其實即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咁但係其實佢唔係完全假嘅，佢其實係好盡力咁講一啲發生緊嘅事嘅。譬如你睇下低啊，其實係冇水嘅，佢一路報緊，佢一路報緊個水係有問題。佢話居民上山坑取水，係啊，即係佢一路係好盡力咁講。提醒啲市民生活上有啲細節喺呢個狀態底下要做啲乜嘅，水梗係最重要啦，係啦。咁然後上面就係可能係政府官方要佢講嗰啲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喺香港戰役期間，即係你就會見到，即係已經係咁嘅情況。咁淪陷啦，其實隔咗一日英軍就投降啦，咁樣。咁跟住其實就再隔多幾日嘅，日軍就入城，係啦，日軍就入城。咁呢個其實應該灣仔嗰頭嚟。
就未。如果一路行嘅，其實佢由東區一路行到去行入去中環嘅。OK， 咁個入城式係一個過程，一路行入去。咁呢啲應該係陸軍嘅士兵嚟嘅，陸軍係啦。咁我哋應該會睇其他。點解會隔咗幾日呢？就因為我而家先留意到原來嗰度嗰個門係一個舊地圖嚟嘅。咁可以説明少少啦，係啦，可以説明少少啦，就係因為正係因為英軍投降嗰陣呢，其實英軍仲喺灣仔嘅。咁所以嗰幾日其實發生咩事呢？就係嗰幾日其實第一英軍嗰邊要收束啲部隊，全部 order 晒佢哋去美利兵房啊、威靈頓兵房啊嗰幾個地方，係啦。第一要收束啲部隊，第二執屍，咁啊執翻啲遺體，成個戰場都係遺體，有相當數量其實係受咗傷未死嘅士兵嚟嘅。第三就係呢，日軍佢自己都要管束佢啲部隊，因為其實喺銅鑼灣、灣仔一帶呢。有啲日軍，尤其是第二線部隊呢，即係嗰啲後勤嗰啲啊，喺度搶掠。咁所以啲憲兵其實忙住一路要捉啲佢哋認為有價值嘅人物，然後又要約束佢啲部隊，好混亂嘅其實嗰幾日。咁所以去到28號呢，大致稍佢哋啲日軍鎮靜一點啦嚇，先至入城式。入完城之後呢，又搶掠咗一段時間。咁但係中上環呢個位呢，你話係咪好大規模搶掠呢？就唔係嘅。即係我哋睇翻啲 account 咧，其實大部分人都係話啦，中上環咧其實就相對真係平靜啲嘅，係啦，真係相對平靜啲嘅。咁但係銅鑼灣啊、灣仔嗰啲就跑馬地啊嗰啲咧，情況其實相當之差。咁呢個日入城式嘅同日發生㗎啦，係就係日軍嘅海陸軍兩個將官就係參加個入城式。咁左手邊就酒井隆啦，第23軍嘅軍長，即係地面部隊嘅最高指揮官啦嚇。即係另一邊就係新建正一黑色衫呢個，就係海軍啦，第2遣支艦隊個司令長官。咁即係其實就係海軍一個，陸軍一個咯，係啦。咁我成日都講嘅呢張相就係其實日軍喺進攻香港嘅過程裏邊咧，點講啊？其實90%係地面部隊做嘅，係啦，即係陸軍嘅事嚟嘅。咁海軍真係點講呢？海軍真係支援嘅啫，係啦，甚至乎其實佢連自己支援嘅工作都冇做好嘅，係啦。只不過呢，一上咗岸之後呢，即係英軍一投降之後呢，其實日本嘅海軍陸軍呢，就即刻喺度爭緊香港嘅各種設施嘅，係啦。即係其實開戰之前呢，海陸軍呢，即係呢兩個人呢，其實係要坐低傾到底嗰場仗係點樣互相支援對方嘅。咁但係兩邊都其實都唔係好理對方嘅。咁但係一完咗場仗，贏咗之後呢，其實兩面嘅部隊就即刻喺現場度搶啦。中上環其實我哋記得一樣嘢啫，就係有一個情況就係啲日本海軍同陸軍啲士兵喺度搶百貨公司，係咁連卡佛，咁海軍陸戰隊就搶咗連卡佛，就架咗支機關槍喺門口，話就話即係話就話係擋啲搶掠嘅人，但係實際上係驚啲陸軍搶佢。咁所以其實大家就喺度即係爭咗啲辦公室嘅 space 啊，爭啲百貨公司啊成啊咁樣。咁你話好大規模嘅搶掠咧，又未至於嘅。咁但係咧，其實就個情況唔係話真係相當之平靜。去到幾個禮拜後啦，就真係好啲啦。去到幾時啊？呢張相係幾時咧？呢張相係1942年2月嘅事，係啦，1942年2月。1942年2月咩事咧？就係海陸軍佔領咗香港之後咧，其實陸軍23軍咧就即刻成立咗一個軍政廳嘅，自己控制香港啦。由23軍自己控制香港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喎，23軍係陸軍㗎嘛。咁佢安咗個軍政廳，擺咗個總務長官諸如此類 set up 晒啲嘢之後咧，其實海軍係即刻向東京投訴嘅，就話咩咧？咁我點啊？你嘅，你霸晒佢啊！咁結果點咧？兩邊就同東條英機即係真係同首相嘈啦。咁結果日本政府就花咗啲時間諗嘅就係，喂咁到底香港係屬於邊個控制㗎咧？咁樣佢又好妙嘅喎，即係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一樣嘢，就係可能大家都清楚嘅，就係日軍進行軍事行動嗰陣啲計劃係都幾詳盡嘅，係啦。咁但係咧，原來佢佔領咗之後點樣控制咧？佢都有一堆好詳盡嘅計劃嘅。不過咧，又冇好講清楚到底佔領咗嗰個地區香港啊。其他地區有講清楚嘅，香港到底係點控制？咁結果鬧咗，即係嘈咗1個月左右，嘈咗個零月咧，結果就去到1942年2月咧，就由東京決定啦，就係阿東條派咗佢個都幾好關係嘅一個將領，就磯谷廉介去香港，
做總督，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咁香港就變咗個地位咧，就變咗做香港佔領地。咁呢樣嘢咧就有啲怪雞嘅，佢唔係日本領，佢未完全係日本領土，但係佢係佔領地，係啦。咁然後咧，基谷廉介咧，佢係嚟到呢度行使咩嘅咧？行使軍政。軍政係一個好具體嘅狀態嚟嘅，即係咩咧？即係唔係民政，係啦，即係唔係民政。咁法理上點表現嘅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啦，就係佢係行軍法嘅，係啦，佢係行軍法嘅，所以咪憲兵係可以用軍法軍律嚟到處理香港所有事咯，係啦，所以佢捉嗰啲人去嗰啲法庭啊，咪會用軍法軍律去到審咯。好啦，呢個所有法理基礎係來自嗰度嘅，就係香港佔領地個地位。咁呢張相咩事咧？就係咁佢行出嚟，呢度好明顯係匯豐銀行啱啱行出嚟。你見到後邊隻獅子仲喺度嘅，係啦，獅子仲喺度嘅。咁啊，有對衛兵，呢張相好啊，高生俾我哋用，係啦。咁行出嚟，呢個應該係相當初期嘅時間嚟嘅，係啦，即係佔領嗰陣相當初期嘅時間嚟嘅。匯豐銀行就係當時個總督部嘅總部啦 ，headquarters 啦。咁大家就會聽過嘅就係成日都聽過就係話半島酒店都係總部嚟㗎嘛。半島酒店係23軍嗰陣軍政廳時代嘅總部，一去到1942年2月咧，成檔嘢就搬咗去匯豐銀行㗎啦。咁所以半島酒店就變翻做酒店咯。咁後來就俾一個日本企業接管咗，就變東亞酒店啦，係東亞 hotel 啦，就變咗東亞飯店，係啦。咁所以佢就有個咁嘅過程嘅。佢老哥行出嚟，咁你就咁睇佢個樣，如果你就咁睇佢樣咧，覺得哇，好似好點講，好似好威勢，好有威嚴咁，係咪？但係其實基谷廉介作為一個將領咧，就即係表現相當之差嘅。係佢係出咗名打敗仗嘅，係徐州係佢打嘅，係啊，第5師團即係麻麻地嘅啫。佢即係作為一個將領，佢麻麻地嘅，所以佢好早其實就係一個半退休狀態，俾人投閒置散嘅一個角色嚟。咁你可以想象啦，就係當時亞太戰爭啱啱開始，如果真係有能力嘅將領，應該好似山下鳳文嗰啲喺馬來亞啦。無端端掉佢喺香港，中將嚟喎，相當高級嘅喎佢，咁即係證明就係咩啊？冇乜用嘅呢個人。不過同東條好熟，係啊，佢同東條真係朋友嚟嘅。咁呢個就阿劉生阿 Henry 借俾我哋用一張非常非常之珍貴嘅，我從來冇見過呢張嘢，不得了呢張嘢。我第一個我都後哇呢張真係，我見到呢張嘢嗰佢問我點啊？你覺得點呢張？我話唔好玩我啦。咩嚟嘅咧？呢張係佢2月25號頭先基谷啦，基谷廉介2月25號就真係到香港理任，即係真係上任啦。就去娛樂戲院即係咯娛樂行啦。咁喺娛樂行嗰度就當時係戲院嚟嘅啫。咁佢就嚟做呢個就任歡迎大會。咁佢嚟到呢個內容就真係好值得花啲時間講。首先就係佢入場啦。總督啦，咁佢喺軍用棧橋，即係舊皇后碼頭，皇后碼頭嗰度行過嚟。OK， 皇后碼頭嗰度行過嚟好近啫，定坐車咧？我估唔知喎，可能坐車啦。點都好啦，佢嚟咗之後就係邊個接佢咧？首先第一批接佢嘅人，善後處理委員會6名。邊6個善後處理委員會咧？其實就係後來做華文代表其中嘅4個就華文代表嗰啲啦，羅旭和佢哋啦。好啦，出營咗之後。外國人關係代表啊，乜出營？外國人關係代表講咩？中立國嗰啲，係中立國嗰啲啦。跟住然後會場內佢帶晒啲人入去啦，坐低咁樣，一嚟唱國歌，唱緊日本國歌先，係啦，咁啊全員起立咁樣。華僑代表致歡迎詞就羅旭和，然後翻譯嗰個叫何品佳。何品佳呢個人非常之值得留意，因為後來其實佢係東華三院，即係日據時期嘅東華三院，其實佢係一個好吃重嘅角色。佢係兩兄弟嚟嘅，係啦，兩兄弟嚟嘅。死啦！細佬叫咩名唔記得咗？一時間唔記得咗。唔係，係應該先講，我驚我撈亂。係啦，咁跟住周壽臣，跟住有個叫凌驥嘅人，凌驥都係兩個喺日本讀書嘅，何品佳同凌驥都喺日本讀書嘅。跟住留日同學代表會，呢劉鐵成咧就本來係國民政府喺香港嘅人員嚟嘅，銀行嘅人嚟嘅。跟住佢就講，咁後來就俾人逼咗做，又係做咗華文代表啦咁樣。跟住就外人代表啦，印人、葡人、菲律賓人，係啦，咁即係有啲相當數量嘅人喺度啦。然後又唱多次國歌，
跟住就14先，我覺得14先係最有趣嘅就係咩咧？佢嗌邊個負責大嗌天皇陛下萬歲啊？係羅旭和負責嗌嘅，係羅旭和發聲，你見唔見到啊？即係係啦，羅旭和係混血兒嚟㗎，係啊，咁所以即係佢哋就一個點講啊？即係大家佢係諗得好清楚呢個香港，佢係諗住點樣管嘅，每個界別有啲咩代表華人、混血兒、印人、葡人，就算華人裏邊都有幾種嘅，就同中國有關多啲嘅，本地多啲嘅，全部有自己嘅角色嘅。好啦，即係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儀式，其實係一場 show， 好清楚話俾大家聽，佢準備點樣依靠邊啲群體嚟到接管呢個地方嘅，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幾特別，所以我冇見過呢樣嘢，我一見到呢樣嘢，我覺得哇，真係犀利啊呢張嘢。Anyway。咁所以好快就去到42年3、4月左右啦，春天啦，其實就真係個情況就真係比較點講啊，比較舒緩啲啦，係啦，比較舒緩啲啦。大概42年中左右，其實香港有段蜜月期嘅，某程度上點解呢？因為日軍喺頭6個月41年12月去到42年6月中途島之前呢，其實佢橫掃西太平洋。佢真係橫掃西太平洋，佔領晒由新加坡到香港到關島，全部都係佢。咁所以香港係深入喺日本佔領區入邊。咁其實就相當安全嘅喺嗰段時間。喺嗰段時間其實就冇乜太大嘅問題，你會見到。咁亦都真係出現咗呢輯相啦，就係會派記者嚟影香港啲民生有幾好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呢一輯相，即係見到有呢一種相啦，就係嚟到影。咁你見到呢個就印裔警察啦，咁其實相當數量嘅印裔警察同埋華警其實都變咗做獻茶嘅，係啦，即係繼續做嘅啫。佢換過晒啲裝束就繼續做嘅咁樣。咁你見佢有晒電車，有一段時間其實係扮晒歌舞升平嘅，所以而呢一段時間亦都係日本佔領當局喺度改組緊香港嘅媒體嘅時間嚟嘅。42年6月其實就係日軍即係佔領當局將香港嘅華文報紙改組晒，然後得翻幾份嘅嗰個時間。咁所以應間我哋會睇到就係佢42年6月有幾個報紙先至要重新復刊，中間呢幾個月其實冇乜華文報紙係可以繼續運作，個英文報紙反而可以運作嘅 Hong Kong News， 我哋應間講多少少，係啦。咁另外就改名啦，中西區其實都改咗啲名嘅。有啲街名改咗啦，個區名改咗啦，咁我哋應間會睇少少。我睇下而家可唔可以開翻出嚟？應間先，係啦。咁其實嗰啲名啊改咗嘅，係啦。譬如變咗做中明智通啊、盛啊咁樣。譬如中環咧就冇中環呢個字㗎啦，佢叫做中區嘅啫，係啦，即係就咁叫中區嘅啫。隔離就一係西區，然後灣仔嗰邊佢叫東區。咁所以佢由頭 rename 過晒啲地方嘅，其實咁譬如寶雲道嘅改名叫綠島通啦，有好多呢啲㗎其實。中上環，如果你真係要講中上環，即係日據時期，其實我覺得最恐怖嘅地標就係呢一個咯，係啦，就係憲兵隊嘅本部。本部也者咧就真係佢個總指揮部嚟。佢每個區咧，香港嘅每一個區咧，其實佢都有一個憲兵派遣隊嘅，係啦，佢有個派遣隊嘅。咁然後佢有啲低層次啲嘅有啲派遣所嘅，係啦。咁但係佢幾乎每一區都會有個派遣隊嘅。咁但係喺中環呢頭咧，中上環呢頭咧，就本部係一個啦。然後另外大館就係佢真係好多憲兵嘅地方，即係啲憲兵最集中嘅地方就係大館嗰頭。同埋呢度個憲兵隊本部，即係立法局嗰個位，即係當時定例局嗰個位。咁呢張相我都唔知佢點樣影啊，係啊，我都好想知。就係呢張相就好 common 嘅，成日都見到嘅。但係其實我好想知個來源喺邊度，就係即係真係有啲憲兵喺度出入而掛咗個牌叫香港憲兵隊本部，係啊。另外呢張就得意啲嘅，呢張就係我自己喺嗰啲又係嗰啲士兵啲相簿嗰度睄出嚟嘅。咁即係呢個係日軍嗰啲士兵嗰啲相簿嚟。咁呢個就42年，都係42年頭啦，即係上半年嘅相嚟㗎啦。佢坐緊渡海小輪，渡海小輪要去到好似2月左右先通翻嘅，係啊，我又冇記錯嘅話就係1、2月左右先通翻，即係隔咗幾個禮拜，香港戰役完咗幾個禮拜之後先通翻嘅。咁你已經見到一樣嘢㗎，就係咩咧？總督部嗰度咧插咗日本旗喺個頂度㗎啦，已經
見到個頂呢度啊？係啊，有支旗杆，你見唔見到中間呢個有支旗杆啊？係啊，當時其實係會有支日本旗喺度，喺其他相度會見到有支日本旗喺度飄緊嘅，就呢個位。咁你就咁睇個市，即係個城市個面貌，你睇得好清楚，就係其實呢一 part 嘅香港中上環呢一 part，冇乜真係好大嘅戰鬥嘅痕跡嘅。其實你睇到嗰啲屋係點講啊？相對係完整嘅。你上邊寶雲道陸軍醫院都完整嘅，你哋見到呢個位都唔算話真係話炸到爛晒。邊啲位炸到爛晒咧？其實上邊呢度就有啲，上邊嗰啲屋就其實係嘅。你而家呢度睇咧，你好遠睇咧，你會覺得啊啲建築物好完整，係嘅。無線下低嗰啲係嘅，亦都好多日本人住嘅，開始係啦，即係都算係運作緊嘅。但係無線以上山上面呢啲 buildings 咧，其實好多喺香港戰役嗰陣咧就炸晒㗎啦。即係炸到爛晒㗎啦，知其一。知其二咧就係本身係洋人住㗎嘛，咁發生咩事咧？其實就係一投降，佢哋就俾啲屋啊，就俾啲人搶走晒啲嘢 ，strip down 晒啲嘢㗎啦，木嘅嘢啊、金屬嘅嘢啊、值錢嘅嘢全部攞走晒㗎啦，衫啊，尤其是衣物啊、財物啊，一定攞走晒。咁所以其實呢啲屋其實應該大部分都係已經丟空咗㗎啦。咁然後去到2月左右咧，嗰啲洋人就再俾人集中全部攞翻晒落嚟下低。就擺咗喺海邊嗰啲平酒店嗰幾間酒店嗰度咧，就做乜咧？就準備集中完之後咧，送去赤柱。咁所以佢哋就1942年3月左右就全部去晒赤柱㗎啦，幾乎除咗極少數嘅人會留咗喺中環。咁所以去到42年春天，其實已經冇乜洋人喺中環。咁另一樣嘢就係呢個啦，就係我哋成日都講，頭先一開始講咪話海軍陸軍嘅，咁好明顯佢哋唔係 eye to eye 㗎啦，好明顯佢哋就即係關係係非常之麻麻地嘅一個狀態。咁呢張相係唔係中上環嚟嘅？呢度係灣仔，呢度係灣仔。點解我哋會擺灣仔張相喺呢度咧？但係就係因為咧，其實當時咧，陸軍同海軍咧，其實有好明確嘅控制範圍，係有好明確控制範圍嘅。咁呢個係一啲日本海軍陸戰隊嘅 checkpoint 嚟嘅檢查站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哋有陣時睇有啲日據時期嘅人嘅回憶錄啊，又或者嗰啲技術咧，你成日話佢哋話要同啲日本兵鞠躬嘅，又話唔鞠躬會打佢哋噶嘛，甚至乎有更加差嘅，即係甚至乎會殺啦嚇。咁其實幾時會發生咧？最有可能其實就係過呢啲 checkpoint， 過呢啲檢查站，係啊，即係其實唔係度度都有呢啲檢查站嘅，但係一有咧，咁你可以想像嗱，你諗下啫嘛。有兩個印警喺度睇完啲 pass，你會見到有個日本海軍陸戰隊嘅士兵企咗喺度。如果你嗰下行過佢冇同佢鞠躬，咁你就弊啦。即係嗰啲位就係打你嗰個位，就應該係呢啲情況會比較多。就真係劏開咗幾個地方，就係呢啲係海軍嘅，呢啲係陸軍嘅。咁中上環係邊個嘅咧？中上環好明顯係陸軍嘅，好明顯係陸軍同埋總督部嘅勢力範圍嚟嘅。灣仔到銅鑼灣一路去到煙廠去到維園嗰條線咧就海軍嘅，然後再去到太古都係海軍嘅。咁點解會俾海軍咁多地方咧？其實原因好簡單，因為日本陸軍對嗰啲地方冇乜興趣，係真係基本上冇乜興趣。喺佢眼中就係個政治經濟中心香港啊，政治經濟中心就係中環啦，係啦。其實上環佢都當係一個華人嘅集中居住嘅地區嚟到看待嘅啫。我哋一陣間講多少少呢個部分。係啦，咁但係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嘅，其實就係香港係唔夠食。呢張我都成日 show 出嚟。香港係唔夠食㗎嘛，咁啊大家都知道香港種唔到自己足夠嘅食物。喺戰前，香港政府已經相當清楚呢個情況，咁所以你見阿司徒永國即係醫務衛生總監有好多關於營養、關於糧食嘅準備嘅，即係知嘅其實。OK， 嗰啲應急餅乾啊、加頓啊嗰啲咧，其實知嘅。咁但係問題係到日軍佔領咗香港，咁嗰啲嘢更加都冇晒啦。咁然後海運亦都會暫時當時咧係可以維持到嘅。咁但係東京喺總督部成立嗰陣已經立即通知總督部，就同佢講就話：你唔好諗住東京會幫到你啊！尤其是糧食問題，你要自己諗掂佢。咁所以佔領當局其實好快咧就會準備。其實喺總督部成立之前啊，軍政廳已經趕緊啲人走。呢段時間係軍政廳時期嚟嘅。42年1月11號到42年1月17號一個禮拜，2月先成立總督部㗎嘛。42年1月係軍政廳時期嚟，軍政廳已經趕緊啲人走啊。咁所以你見到呢啲係送佢走嘅人啦，係啦。
咁你會睇到咩咧？就係、其實絕大部分都係廣東省嘅人。係啊，絕大部分都係廣東省嘅人。咁上面有第二個福建得52個，上海有百零個咁樣咯，係啦。咁好多人都咁樣走咗嘅，係啦。好多人都係用即係日軍佢叫做歸鄉啊，所謂嘅係啦。佢呢度都係咁寫嘅，歸鄉疏散人員。佢就將啲佢認為對呢個城市繼續戰略價值冇用嘅人就送走。係啦，咁佢初頭咧就係會俾 incentive 佢走嘅，俾錢、俾嘢食，係啦，俾通行證送佢走嘅。去到44、45年咧，就趕佢哋走嘅，甚至乎去到最後嗰幾個月咧，係會喺條街度拉封鎖線，將所有人睇晒，冇 show 到佢哋嘅職業嗰啲咧，就會送去北角嗰個拘留營嗰度嘅，北角個難民營嗰度嘅。咁所以見到我哋後來見到最尾嗰幾個月咧，有報紙就話。個難民營啲人要點樣處理啊、成啊嗰啲，其實就係喺條街度夾硬捉嗰啲人。咁當時其實東華三院都有幫手，就係話喂要救佢哋喎，即係同佢搶人嘅。其實某程度上，嗱咁呢個就係佢哋真係歸鄉嗰個表。中上環咧，其實嗱你可以想象，中環當然唔會好多人住啦，係咪？大堆商業大廈有成。上環嗰頭其實好多華人，一路掃到去西營盤，掃到去西環嗰度一大堆華人人口，嗰啲相當數量係咩咧？其實相當數量係唔係好有錢？有錢嗰啲當然啦，南北行嗰啲梗係有錢啦。咁但係佢個海邊咪一大堆碼頭嘅軍益倉啊嗰堆咧，嗰啲碼頭工人其實係好大鑊㗎。點解咧？因為喂佢香港係個轉口港係靠海上貿易㗎嘛，嗰陣冇晒。咁嗰班人係突然間冇晒生計，然後又住咗喺一個好密集嘅環境嗰度，係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中上環呢段時期，尤其是上環以西啦，其實個人口係咁跌嘅，即係少咗好多人住，因為嗰啲人住唔到落去啊，冇辦法住到落去。咁當然啦，我哋係睇到其他嗰啲技術咧，有啲係中產啊嗰啲都會走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有相當數量嘅人係選擇走嘅，但係有個大前提嘅，就係你鄉下有親戚接濟你就走。知其一，知其二，你有錢喺內地生活，你可以揀啦，你可以住喺日本佔領嘅地區，或者住喺搬去向重慶嗰邊啦，桂林嗰邊住啦。有好多人係去嗰邊嘅，係啦，相當數量係走咗去嗰邊嘅，因為佢真係唔想再住喺日本人下低啦咁樣。咁但係再留喺度有好多咧，其實就真係冇錢，又冇能力走，又冇嘢做，咁嗰啲就好大鑊嘅其實。軍票大家一定知啦。咁其實最初期嗰啲軍票就喺中環嗰度換嘅啫。一開頭其實佢淨係話你去銀行可以換嘅啫。係其實都幾衰嘅，因為喂有幾多個地方俾佢換咧？其實頭嗰幾個禮拜咧，佢全部只可以去中環度排隊換翻啲軍票出嚟，即係用港幣換軍票，係啦。咁一開始就1對2啦，去到42年6月之後就1對4，呢個係佢自己定嘅啫。其實係啊，冇任何原因點解咁定啊？佢覺得。係咁啊咁噶啦，咁所以佢基本上係搶錢啊！呢個我哋都唔使講太多。香港我冇揾到第二張區政所嘅相，係啊，我都想啊！如果大家有見過任何區政所、區役所、地區事務所嘅相，你話俾我知，我真係見都未見過。咁所以我哋即係網上係得2張咁嘅相，就係咩咧？當總督部成立咗之後咧，之前咧其實香港已經分咗區㗎啦。日軍已經將香港分咗區，中上環咧其實就係一個中區。中區當時有個區長，區長係冼炳熙，冼炳熙係個律師，係當時一個相當有地位嘅呢一個律師嚟㗎啦，係啦。咁所以有段時間其實佢哋叫阿冼炳熙做香港市長，即係曾經有班好天真嘅就諗住，真係俾佢做，即係俾啲權華人去接管香港啊，係啊，即係有啲人一開始係好天真咁諗。咁但係其實就成個呢個地區嘅行政管理，成個制度攞嚟做乜嘅咧？就去到總督部時期就相當清楚啦。第一，人口登記就真係幫你登記嘅啫。點解要做人口登記咧？因為要進行人口疏散啊，冇用嘅人佢就趕啊嘛。咁我幫佢登記咗，知道你做咩工先。發現你原來白領呢個冇用喎，我話你走啦，係啦。做疏散。第三就係糧食配給，就基於嗰個登記嚟到做糧食配給。糧食配給咧，我哋就之前成日都講得唔係太過清楚嘅，而家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個配給問題係成日話輪米啊嘛，
咁啲人成日都以為就係你輪佢派俾你，唔係派啊，買係啦，佢係一個買米嘅制度嚟嘅。配給係配咩咧？一定數嗰6.4，成日聽6.4，係你可以呢6.4係可以用佢個官方價錢買嗰6.4，你唔夠嘅話咧，你自己去黑市再買。咁問題就嚟啦，第一6.4夠唔夠啊？睇情況啦，睇你做咩工啦。如果你體力勞動，其實就唔係好夠嘅，係啦。第一，第二就係咁唔用官方價錢買，到底有幾貴咧？啊咁啊犀利啦，非常之貴，係啊，非常之貴。咁所以隨住個戰況越嚟越差咧，其實嗰個米嘅價錢就一路急升，而軍票嗰個錢又暴跌，咁所以其實人係越嚟越買唔到米嘅。而去到44年2月咧，就成個配給制度，日本人就講得好清楚啦，就話唔係全部都有啦，淨係幫日本人做嘢嘅個人先有。咁啊弊啦，即係話連佢啲屋企人都冇，連佢啲屋企人都冇。咁所以當時又走咗一批人啦。首先，第二就係咩咧？就個個都唔夠食啦，基本上個個都唔夠食啦。日本人係用另一套制度嘅，係啦，要講清楚。日本人係用完全唔同嘅另一套制度嘅。咁你只可以去你登記咗嘅嗰一間米鋪度買嘅啫，但係即係話你唔可以隨便揀一間米鋪買嘅。咁所以點解要輪米啊？因為全部人嗰啲人登記咗嗰間，佢只可以去嗰度買嘅啫嘛。好啦，中上環嘅地區嗰啲米鋪喺邊咧？最衰我今日嗰個互動地圖有少少問題，我開唔到，但我大概描述俾大家聽。中環嗰個位啊當然冇啦，即係我哋今日理解中環嗰個位當然冇啦。但係近住上環嗰度咧就開始好多嗰啲米鋪啦，係啦，即係本來嗰啲米鋪啦。咁啲居民就要去嗰度買咯，真係。但係去到44年2月之後，佢買唔足啊，咁所以佢其實唔夠錢買。所以你見到戰爭最尾嗰幾個月出現咗一個相當慘嘅情況，就係啲人開始餓死，係啊。佢餓死係在於第一，啲米海路運嚟嘅米斷晒，係啦，因為本來喺中南半島度運過嚟嘅。廣東省其實冇乜糧食到香港嘅，喺戰爭期間冇乜嘅，係啊，唔多嘅，因為佢自己都唔夠食啊。廣東省日軍控制底下嘅廣東省唔夠食。其實當時另一邊都唔夠嘅，成個廣東省都唔夠食。咁所以唔夠食之餘咧，個米價好貴，而軍票價值好低。咁而當時嗰啲人攞住嘅係 fixed， 即係佢固定薪水噶嘛，買唔到咯，買唔到咪餓死咯。咁所以就非常之即係點講，非常之慘嘅情況。咁陣間啊，偉文大哥會有個新聞同大家分享。中環咧又翻去，仲有洋人㗎，其實有一段時間㗎。咁啊發生咩事咧？就係當時其實如果喺中環嘅話咧，你會唔會見到呢個？呢個其實係即係網上圖片啦，不過都好 common 㗎啦。就係啲銀行員工咧，其實佢哋就唔使去赤柱嘅，係啦，有相當數量嘅外資銀行嘅員工咧，即係啲大班啊、啲 manager 啊成咧，或者啲 clerk 咧，係唔使去赤柱住嘅，暫時。點解咧？就因為日軍接管咗香港之後咧，其實就攞晒香港啲銀行，控制晒香港啲銀行㗎嘛。咁佢做一樣嘢嘅叫清算，清算咩咧？即係幫佢結算啊，其實即係攞晒啲存款走。即係佢覺得係敵產嗰啲，佢袋起佢咧；佢覺得係私人嗰啲，咁就擺埋一邊啦。啲保險商佢覺得係佢可以攞得走嘅，佢咪搶咯。但係有啲係華人嘅市民，咁佢咪唔搶咯。但係佢限制住你提款嘅，其實好啦。咁呢班洋人喺度做乜咧？就一嚟就幫佢結算啦。第二就係咧，如果匯豐嘅話咧，就慘一啲啦，就係佢要幫佢簽銀紙啊。係啊，因為其實匯豐嘅就印咗好多銀紙未發行嘅，嗰度幾億未發行嘅。咁但係日本人咧就好希望佢簽完之後，令到嗰啲銀紙生效，等佢喺香港以外嘅佔領區賣嘢，因為其實係港幣係用到嘅，喺香港以外係用到嘅港幣。雖然香港淪陷咗，但係喺華南地區咧，港幣係仲有價值嘅。點解咧？原因好簡單，因為信心問題，大家都覺得呢個貨幣仲用到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你某程度上你會睇到嘅就係有少少知道就係其實大家對個戰爭走向有啲理解嘅。即係佢又唔覺得日本人贏硬啊，係嘅話抌晒港幣啦。咁但係其實外邊又仲用得嘅喎，咁樣。咁你又諗下喎，港幣係一種貨幣啦，其他嗰啲咧，汪精衛嗰啲儲蓄券咧，你咁如果有兩張你揀嗱，軍票、汪精衛嘅儲蓄券、港幣、美金、國民政府嗰啲券，你揀邊隻用啦？咁有美金啊，梗係最好啦。咁但係冇嘛，咁所以仲有嘅日本 yen。真嘅日本 yen，
咁所以你變咗咁多種貨幣裏邊，港幣其實 survive 嘅。咁所以因此之故咧，其實就呢班人就要被逼嘢翻工啦。係啦，其實佢哋係俾人逼去翻工嘅，所以你見到佢哋都即係都唔係個個笑容滿面嘅，其實係啊。咁佢哋住邊咧？其實佢哋就住西營盤嗰邊嗰啲平酒店，有幾間新華酒店嗰幾間嘢喺海邊嘅，係啦。咁本來係啲平嗰啲華人旅客用嘅嗰啲客棧嚟嘅啫。咁佢哋全部擠晒喺嗰度住，係啦。然後每日咧就要行啦。其實有少少就特登侮辱佢哋嘅，就要佢哋喺個大街度行翻去佢哋自己個行嗰度啊，係啦。咁當然啦，匯豐唔係喺嗰度做啦，因為匯豐已經俾日軍霸咗㗎啦嘛。咁其他行就喺嗰度。咁呢個就匯豐個大班祁禮賓就寫封信就講佢逼簽紙幣，因為佢逼佢簽啲銀紙啊嘛。咁佢就同佢講一句話你逼我簽㗎咋。嗱，呢封信係做咩嘅咧？42年7月，即係就係呢段時期啦，日日喺度翻工放工嗰個時期。咁佢就寫一封英文信，就同呢個財務部總督部嘅財務部同埋呢個橫濱正金銀行。橫濱正金銀行負責做咩咧？就係負責做呢個清算過程嘅，係啦。咁佢當時喺香港啦，咁佢個行喺半島同埋喺中環都有一間嘅。咁佢就話：我見過呢個即係有個 meeting 啦咁樣。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view 咧，我哋而家簽啦，係你逼我㗎嗱，我簽啦。咁就因為點解佢簽咧？佢就話因為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財務部嘅 order， 佢命令我哋簽，而家我哋簽啦，然後佢解釋點解我簽啦，就 which we do under duress and protest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ssue of these notes。嗱，佢講得好清楚嘅就係你逼我簽，我而家決定簽啦。嗱，不過我簽呢個過程咧，我係受壓，而我係曾經作出抗議，並且得悉日本政府將會為呢啲銀紙負責，咁我就簽啦。咁所以佢整嗰張咁嘅紙嘅，即係英國人就係做，即係佢就好正式咁樣。咁當然啦，祁禮賓後來就因為有參與偷啲運啲銀紙去赤柱啊，咁所以俾日軍憲兵捉咗，咁然後就死咗喺監獄度嘅，咁啊營養不良死嘅，佢所以都相當之慘。咁所以呢個就即係有啲抵抗啦咁樣。咁呢個就中環當時嘅相，呢張航空相係1945年2月初影嘅，2月1號影嘅。呢個成個中上環嗰頭啦，你當佢差唔多去到西環啦，已經其實去到西營盤。咁我哋 zoom 近少少睇，我本來咧就應該係用我個互動地圖嘅，但係我就不幸咧個地圖唔知點解今日個 server 唔 work 啊。係啊，咁唔緊要啦，大家容忍下啦。就係首先呢邊係海軍船澳係咪？咁你見到有個船澳喺度，即係金鐘啦。呢一頭係金鐘啦。咁皇后像廣場喺中間啦，跟住和平紀念碑啦。如果有一條黑色，呢個就和平紀念碑啦。呢嚿就真係 HSBC building 啦，即係匯豐啦，係啦，匯豐啦。咁你見到咧，成個 area 去到45年2月嘅時候咧，其實你都見到唔係有太大嘅即係戰爭嘅痕跡嘅啫，除咗幾個地方。第一就日軍喺度起緊個大嘅神社啦，係啦，就動植物公園上邊嘅山一路剷上去，一路向上剷，咁就起緊呢個神社。呢個地盤嚟，其實佢拆晒啲 building 啦，咁準備起個神社。呢個知其一。知其二咧，就係你見到大館前邊有少少啲建築物冇晒啦，係啦，呢啲就香港戰役期間嘅炮轟啦，有少部分係。咁另外咧就見到就係咩咧？30間呢頭咧啲屋頂冇晒嘅。咁如果我哋睇早少少嘅相，43年左右咧，其實30間嗰頭咧就仲有建築物嘅。咁如果睇報紙咧，就話原來啲人走晒，變咗危樓，咁啲人開始拆嗰啲建築物嚟到攞啲建築材料啊。係啦，尤其係木啊、剩啊嗰啲，咁攞走晒啲嘢。咁下低個中央書院咧個命運都一樣嘅，所以你見到45年2月咧得翻一幅牆，呢個係幅牆嘅倒影啦，黑色呢個係幅牆嘅倒影，幅牆喺度嘅，咁啊得翻個倒影。咁即係我哋今日嘅位置其實大概就呢度啦，係啦 ，PMQ 就係呢個啦，呢個就 PMQ 啦。咁而家大概嘅位置就喺呢度啦，就係後來起咗，即係而家我哋身處呢個位。咁所以三角位同埋嗰條樓梯就係呢條啦。咁所以有孫中山個像嗰個建築物就喺呢度，就係打橫呢一條。咁你見到好多屋咧，如果你睇清楚仔細睇咧，好多屋係得翻個廊嘅啫，係得翻個廊嘅啫，即係話佢冇咗屋頂嘅。你睇到倒影就知啦，得翻個廊嘅啫。就即係咩咧？有幾種情況。第一，炮轟嗰陣燒咗、炸爛咗，咁香港戰役期間嘅呢個數量唔係好多嘅啫。第二就係咩咧？佢受損，然後喺3年零8個月期間俾人拆走咗啲內容啊，拆走咗啲部件啊，即係啲木製嗰啲，有陣時啲騎樓啊、剩啊嗰啲都木做噶嘛。
咁又有呢個咁嘅情況。咁原來後邊你見就好啲嘅情況係啦，後邊係好少少嘅。anyway， 我講多少少嘅啫，我哋就交下時間俾阿偉文大哥㗎啦。就係其實日本人嚟佔領咗香港之後咧，其實就喺香港都有相當數量嘅嗰啲文娛文化嗰啲，即係啲 establishment 都搬咗嚟香港嘅，有啲譬如香港日報社啊，譬如佢有啲新聞社啊，譬如朝日新聞啊、大阪每日新聞，佢嗰啲新聞社嗰啲支局咧，其實搬上中環，係佢有一大堆搬咗去中環。咁甚至乎佢有日本英華社香港支局就係做嗰啲宣傳電影嗰啲啦。讀埋新聞嘅香港支店其實唔知點解會零零舍舍上去咧，就因為嗰度係日本人學校嗰個位啊，即係今日成日嗰間叫咩啊？上去嚇，係嗰頭係啦，嗰頭即係上電車路sorry 纜車，山頂纜車上去一兩個站嗰個位咧，就上咗去山上邊，即係嗰堆有好多日本人住嘅，係啦，嗰個 area 有好多日本人住。咁然後你會見到一樣嘢嘅就係咧，呢個唔係我特登 highlight 嘅，我淨係揾到嗰啲 directory 就放落去，咁你睇到個 pattern 就係咧，好多文化產業嘅相關嘅嘢咧，其實都 locate 曬喺中環，係都擺晒喺中環嘅。咁呢個就係日本佔領香港時期嘅嗰個。咁後邊嗰啲戲院就咩咧？就係咁純粹就係因為人多住，所以就喺嗰度啫咁樣。香島日報就唔知點解零零丁丁就去咗嗰邊嘅，係啦，香港日報喺嗰邊嘅。咁呢個可能佢戰前個位都喺嗰度。咁呢個少少就啱啱淪陷初期嘅報紙。呢張應該我揾到最早㗎啦，就12月31號，41年12月31號個 Hong Kong News， 即係本來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啦，接咗啦，變咗做 Hong Kong News 啦。咁佢你見就一片正面嘅報導嘅，就係話開翻啲鋪頭，唔知以為何年，即係樣樣都好嘅。你見到裏邊樣樣都好嘅。不過咧，佢隔咗幾日咧就開始報啲咩咧？就係失蹤人士啦。就係啲親人揾親人啦，因為有啲中立國啦，有啲係葡裔啊、葡籍啊嗰啲咧，咁就可以登到報紙，因為佢冇入到赤柱，又冇入到戰俘營啊，咁就點咧？登報紙揾啲屋企人啊，咁就逐漸後來嗰幾個月連續日日都會報，就係邊個揾到邊個，邊個揾唔到邊個咁嗰啲，其實一路都有嘅，係啦。咁其他內容係咩咧？通常都係話軸心國贏緊咯，係啦。咁啊信不信由佢哋啦咁樣。咁呢個就華僑日報復刊嗰個，同埋香島日報，即係本身星島日報啦，復刊嗰兩張係啦，就1942年6月，因為就係42年1月2月咧，其實日本即係好多華文報紙停咗啦，係2月早啦開始停咗。咁停咗幾個月咧，其實就係日本佔領當局咧就要佢哋咩啊？重組啊！重組完之後去到6月咧，全部復刊，差唔多全日幾乎同時復刊嘅就6月頭係啦。咁就6月1號一齊復刊嘅。香島日報就不幸啊，我冇6月1號嗰張，呢張6月2號嚟，即係呢個第二，佢就寫住第二刊嘅，所以但係華僑呢張係第一嘅。咁佢都冇，你見啊都冇慶祝啲咩，唔係啲咩開心事嚟嘅，繼續做就繼續做啦咁樣。咁但係咧，我最尾啦，有啲位咧，有陣時你會見到咧，即係都啲香港啲報人都醒目，佢應該係偉文大哥可能會講多少少，就係呢張係44年6月3號，44年大家都知道啦，其實都打得7-7-8-8㗎啦場仗。香島日報即係本身星島日報啦，咁都係一班華人嘅報人喺度做緊，即係本地啲華人報人做體育版嚟㗎呢個其實係。咁但係咧有一個標題咧，我真係越睇越覺得獻給遠征軍。邊個遠征軍咧？大家知唔知邊個遠征軍啊？佢內容梗係唔係講緊你哋諗緊嗰個遠征軍啦？國軍個緬甸遠征軍啊，係啊，就講緊緬甸戰役中緬印戰場嘅嗰班遠征軍啊，即係呢啲真係明啊明唔明啊唔明啊，但係佢裏邊嘅內文係講緊佢打波唔知邊隊人去邊度嘅啫，其實係啊，咁但係佢無端端獻給遠征軍，即係話咦，即係當時嘅知嘅，其實啲市民係知嘅，佢有辦法有渠道知啊，傳下點會唔知啫？你見下低其他都係啲體育新聞嚟。講開豐國游泳團係咩咧？就麗池啊，係啊麗池啊，嗰陣改咗名叫豐國海水浴場啊，因為嗰區變咗做豐國通，嗰條路英皇道變咗做豐國通啊，咁所以就變咗做豐國咁游泳團咁樣。anyway， 咁呢種報導手法我攞多一兩個例子講啫，就係6月8號1944年6月8號，咁即係諾曼第登陸之後2日，就第一次喺香港報諾曼第登陸。
咁你就咁睇張報紙，你完全睇唔到諾曼第登陸㗎。但係佢點都揾到個方法話到俾你聽嘅就係呢度咯。佢攝咗張地圖喺嗰度，驚死你睇唔明啊！佢攝咗張地圖喺度，呢度寫住英吉利海峽，見唔見到啊？咁呢度英國啦，下低係法國，係啦。咁其實佢偷有少少就係又要講點解要講呢？德國當局已經發表咗啦，即係冇得再隱瞞啦咁樣。咁但係同時發生咩事咧？其實日本憲兵係捉緊啲本地居民收聽 BBC 知道諾曼第登陸㗎。其實喺尖沙咀有個葡籍醫生喺，因為佢聽到 BBC。佢偷聽電台啦，咁然後就知道諾曼第登陸，佢6月6號已經知㗎啦，6月6號已經知啊，咁佢講俾鄰居聽，咁唔知邊個爆佢大鑊啦，咁所以佢拉咗佢，咁俾人打咗一身咁樣，好彩佢冇事，又話佢係間諜，又話佢成，咁但係其實2日後其實都被逼都要報呢單嘢出嚟，點解咧？因為德軍自己講啦，咁但係咧叫咩？反軸心國軍法北登陸。諾曼第半島內敵空輸內部隊幾被全殲，其實即係嗰啲散兵啊，贏晒㗎啦。其實佢哋已經有力敵機轟炸隊轟炸鄧寇克同加萊，即係登強同卡利2個地方。anyway， 咁佢就已經講啦，就係佢一路報到好似軸心國贏緊咁嘅，但係實際上佢特登畫俾你睇個戰場喺邊度嘅，即係咩？就係個戰場已經移近咗德國啦嘛，佢就特登畫俾你睇，係啦。即係反攻成功咯，其實就係上咗岸啦，佢哋咁樣，佢特登畫俾你睇嘅，其實係啊。咁呢個就另外，其實44年6月嘅報紙好值得睇。點解咧？44年6月係除咗歐洲有大反攻之外咧，其實太平洋地區、中太平洋發生咩事咧？就係美軍進攻馬里亞納群島，即係突破中太平洋嗰條日軍其實當時嗰條叫做絕對國防圈啊，即係東條英機佢話即係跨下海口話過唔到啦，嗰度過到自己嘅意思即係話咩咧？過咗就大鑊啦。咁所以其實44年6月其實美軍就係進攻關島、塞班島啊嘛，同埋 Tinian 3個島、提尼安島。咁呢3個島嘅戰役其實之前打一場海戰嘅，係啦，叫做馬里亞納海戰或者菲律賓海戰。咁嗰場海戰其實美軍係我簡單啲講啦，美軍係輕鬆取勝嘅，係輕鬆取勝嘅，即係完全係冇乜事發生就消滅晒啲日軍。咁你睇下佢哋啲報紙點報啦？佢哋又係隔咗幾日先報嘅，點解？因為要等日本政府即係講完先啦咁啊。首先咧，你喺頭版度完全睇唔到嘅，即係揾餐死先揾到。其實成日全日最重要嘅新聞其實就呢度，日機雷擊美機動部隊，其實就講緊嗰場海戰。咁就講到含含糊糊咁嘅。另一張又係嘅，等先。呢度係啊，另一張就係日本大本營發表塞班日軍黑黑戰果，沉毀敵艦船22艘以上，敵飛機300架以上被擊咗，佢就講到好誇張，係啊，講到好誇張。咁但係又係嗰句啦，明眼人就知啦，個戰場越嚟越近，係啊，個戰場越嚟越近。上面嗰啲係咩咧？就1號作戰啦，日軍喺度進攻緊湖南，係啦，咁嗰個就另一場。呢啲其實都係嗰啲情況，就又隔多幾日，然後就講緊1944年6月20幾號，係啦，又係講緊嗰場馬里亞納海戰。佢又係將啲好壞嘅消息咧，就偷偷地攝咗喺裏邊，咁就算數。你就咁望咧，我而家都揾唔翻啊！死啦！我而家都揾唔翻，喂，邊度啊？我而家都揾唔翻啦！首先佢就偷偷地講咗咩啦？西歐嗰邊反攻嗰度，跟住然後唔係，sorry，頭先係講緊華僑香島日報，而家講緊華僑日報。呢邊係諾曼第，佢點樣報諾曼第？又係啦，畫咗地圖。然後右邊啊，佢點樣報馬里亞納海戰？啊，佢呢度就有提到嗰場海戰嘅，直頭擺喺面嘅，係啦，又係話日軍贏晒嘅，但係又係講到好誇張嘅。咁所以其實明眼人逐漸，如果佢慢慢比較個戰場嘅位置，佢間中都特登攝張地圖俾你㗎，所以就發現越嚟越近日本，越嚟越近日本。係啦，嗱，我唔繼續講落去，因為我要俾翻啲時間阿偉文大哥講，因為佢準備咗一個好有趣嘅 example，就係講話喺一個情況底下，當時啲報人點樣處理一單即係一個事件，係啦。即係雖然頭先阿教授就話，即係中環區啊，即係未受到戰亂太大嘅打擊啊，
但係當時即係喺中區嗰個經營緊報紙嗰度都唔易過㗎嘛，偉文。好明顯啦，頭先阿鄺博都提過啦。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話喺呢個日軍報導部呢個控制之下嘅話咧，你點樣去將你有啲 message 咧可以 deliver 出嚟咧？呢個先係最重要。同埋咧就話咧，我揀咗嗰個日子咧就比較特別啲嘅啫，因為我成日個焦點咧就有一日。就係我哋中上環呢度被呢個咧盟軍大轟炸嗰一日，嗰一日就係1945年嘅6月12嚇。咁因為咁好彩就睇到當日出版嘅呢個《華僑日報》或係《華僑晚報》，佢係第一身第一時間，亦都係咧咁多份報紙裏邊嘅話咧，當其時冇一份咧係做到現場。佢哋因為佢哋都係受害人之一。大家知唔知就話咧，喺日本佔領香港之後嘅話咧，佢係將你啲中文報紙同埋英文報紙咧再重新整合過噶嘛。咁其中有5份嘅話咧，就係要將唔同嘅中文報紙合拼埋做一樣嘢嘅一份嘅。譬如當其時嘅《華僑晚報》咧，好特別嘅。佢係1945年咧4月1號啊，愚人節嘅喎，嗰個係啊，4月1號咧佢係創刊嘅喎。佢點解會嗰日創刊咧？就係話喺1個月之前咧3月咧，其實仲有一份咧叫《東亞晚報》嘅。不過《東亞晚報》咧出下出唔到啦。第一冇人做，第二冇紙冇印嘢，於是乎話啦死咗。咁日本咧佢又取唔晒喎，不過咁啦。嗱，你哋幾份剩翻喺度咧，嚟合拼咗嘅話啦，就出翻份晚報。至少嘅話咧，報道部長你講啲咩嘢啦？至少有個咁嘅渠道可以喺度。於是乎喺4月1號嗰日咧，佢就出翻呢個咧華僑晚報。不過喺呢件事裏邊嘅話咧，阿岑維休先生佢哋之後咧都冇詳細提嘅，因為點解咧？唔係好興香。第一個話，第二其實咧。佢哋當其時嗰個報社咧就唔係屬於華僑日報，華僑日報咧就仲喺荷里活道110號，即係而家下邊聚賢居嗰個位。咁佢喺邊度咧？就係如果你跟過我去行呢個咧報紙團嘅話咧，就一定知道嘅就話喺歌賦街4951嗰個位咧，就係以前咧循環日報嗰個社址。咁華僑晚報咧，當年咧1945咧4月1號咧就係喺嗰度開始嘅。咁啱嗰日咧，我哋嘅盟軍飛機咧就走嚟炸呢個咧轟炸喎。不過呢度咧牽涉咗一樣嘢話，鄺博可能你要答一答喎。點解佢哋要用燃燒彈？係啊，我兩句啫，我唔阻大家太多時間。我唔記得咗解釋6月12號發生咩事啊？45年6月12號係一個好特別嘅空襲嚟嘅，其實完全係錯晒㗎成件事。發生咩事呢？就係當時美軍啱啱喺亞太區嗰邊，即係菲律賓嗰邊呢，嗰個叫遠東航空隊。遠東航空隊呢，就想試用一種新武器 Napalm 膠化汽油彈。咁佢想試用膠化汽油彈嗰陣咧，其實喺嗰啲56加侖嗰啲桶啊，油桶嚟嘅，其實大油桶嚟嘅。咁佢當日其實嘅目標咧就完全同中上環一啲關係都冇嘅。佢係想炸金鐘同埋銅鑼灣避風港，係啦。佢其實個目標係銅鑼灣避風塘同埋金鐘。咁點知咧掉嗰陣咧，我都唔知佢點解可以掉得咁鬼渣嘅，離晒譜，即係我真係拗晒頭，點解會咁嘅？當日有差唔多60架 B-24嚟香港，60架，60到62架啦，唔係好肯定。60幾架嚟到咧就掉啦，成個結果本來就話炸銅鑼灣避風塘，點解要炸銅鑼灣避風塘咧？因為其實銅鑼灣避風塘喺天后嗰邊咧，其實變咗做日本嘅船廠啊，係啦。咁而家啲船咧，其實係日本陸軍啲船嚟嘅。咁佢諗住成個港島北岸燒晒佢，結果變咗做。本來其實就係金鐘同埋銅鑼灣，但係實際嘅效果就佢成個港島北岸都放咗一把火。咁所以就中上環其實係其中一個最受影響嘅地區嚟㗎，其實係啊。咁但係唔係目標嚟㗎，本身冇諗過炸嗰度嘅。所以都係揾你講呢樣嘢好。
因為咧當其時嘅報紙嘅話咧，佢報導嗰陣時咧就冇分析到呢一樣嘢，亦都唔係好似阿鄺博咁清楚啦。佢炸個目標係啲乜嘢？佢只係睇到咧事後你見到啲咩嘢，佢報導翻呢一樣嘢嚇，會係咁嚇。咁就係咪要 show 翻個 screen 出嚟？係啦，冇錯啦。呢度咧有講啦，華僑晚報啦嗰幾個字啦，隔離最重要咧就係緊急啟事。個啟事係乜嘢咧？嗱，當其時嘅發行人咧係阿温文照。温文照咧其實係循環日報嘅發行人嚟嘅，就唔係阿岑生，即係岑氏家族嘅。當其時嘅話，不過佢哋夾硬被逼合併咗就話咧叫做華僑晚報，於是乎咧就用你個名去出呢啲咁嘅嘢嚇。好啦，啟事嗰度講咩咧？今晨本報遭受空襲，真係喎，唯一一張報紙咧喺戰時咧真係俾人空襲，就係華僑晚報喎，佢都威啦呢次真係啊。不過好不幸嗰啲威啊。好，咁喺歌賦街嘅社子咧蒙受其害啦，逼得暫停本報咧，搬翻去咧日報社子咧喺我哋呢度附近嘅荷里活道就繼續照常出版啊。咁究竟佢哋喺嗰日發生啲乜東西嘢呢？啊，呢度見唔見到啊？左邊嗰個剪報呢，就係本報蒙呢個罹難記啊，唔係蒙難啊，罹難啊！我先頭睇一睇嘅話咧，死晒唔通話唔係？佢係呢，佢嘅意思即係話呢，喂，我哋好不幸喺呢次事件裏邊呢，佢哋係做咗呢個呢目標人物，咁呢。嗰位編輯咧寫呢篇嘢嗰陣時咧寫得非常之仔細，亦都係咧我喺戰時報紙裏邊咧，包括揾呢個咧華僑日報啊、香島日報啊，同呢個咧華僑晚報唯一佢哋寫得到呢一件事嘅嘢，所以咧我就不厭其煩咁樣將所有佢寫嗰啲咧我引翻出嚟。昨天的上午，時鐘的指針正踏着11時12分。其實11時12分呢，就唔係轟炸個時間，因為呢啱啱去到呢個位呢，華晚呢係做咗水尾。其實呢開始轟嗰陣時呢，就唔係華晚先嘅，反而係佢最尾呢嚟到呢個位就掟咗落去佢嗰度。佢喺歌賦街尾。我們正在3樓編輯樓中咧展開工作時間，默然聽聞嗚嗚嘅警報聲。我們從事報導工作就責任上是相當重大。雖然聽聞咗警報，但照例咧不顧一切，依舊的埋頭工作，從沒休息去躲避。同時咧，我哋嘅總信有個信念啊，係乜嘢呢？報館咧並唔係軍事設施嘅機關，我哋嘅地址又係商業住宅嘅中心區，敵機。即係指盟軍啦，雖然係盲目，因為佢一向咧形容就盟軍係盲炸嘅，即係唔理咁多咧，乜嘢都掟落去嘅。也許不會慘無人道到這裏來試行屠殺無辜嘅民眾，不過結果啦出咗個意外啦。呢度咧後邊嗰兩句咧一定要交差嘅，因為點解咧？報導部一定要睇噶嘛。咁啊，誇稱尊重人道嘅敵機竟然光顧了起來呢啲咧。你睇嗰陣時你就知道，咦？好似唔好啱咁啊！講啲嘢好似有啲嘢咁啊！好，警報發出大約咗10分鐘到啦，敵機嘅聲浪咧，轟咁啊逼近啊！四交嘅高射炮同高射機槍咧，不斷咁向敵機轟擊。我哋雖然咧係繼續做嘢，但為咗炮聲嘅影響啦，人們嘅心情咧自然緊張啦。為咗安全起見咧，於是大家咧都停咗咧手裏邊嗰支筆，準備咧有反應啦。可是我們的筆兒還握在手裏，默然的聞着強烈砰砰嘅聲，即係話掟咗個炸彈落嚟。我們知道敵機投下炸彈了，於是大家醒目啦，伏喺地下。可是舉目一看，唔得啦，火焰從街外咧一縷縷的從街上衝進了來。呢個時間先知道大件事啦，佢哋嘅話，所以要急急咁啦向樓下走。嗱，左邊你見到啦，就係當年佢哋辦公地方嘅循環日報。
而佢哋講緊呢編輯室呢，就喺上邊半格最頂層嗰個位咁上下啦，3樓嗰度啦。時間不過僅10幾秒，報社對開嘅馬路變成火海，門口已被那強烈燒煙同紅紅嘅火包圍住。膽壯嘅先行嘅冒住火焰衝出街外，但係後嚟嘅人同埋咧膽怯嘅人咧就唔敢衝出去啦。咁點呢？於是乎呢，話晒咧報社喺裏邊咧都有百幾人走唔出嚟喎，咪一鑊熟。咁於是乎做咩呢？就話大家一齊走翻轉頭去天台啦。咁啊，但係報社嘅建築呢係同其他屋宇隔離嘅嘛，因為佢自己獨立一等嘅，同其他咧樓係唔黐住嘅。咁點走呢？因為大家都變咗熱鍋上嘅螞蟻跳跳紮啦！呢次真係死啦！呢次死啦，諗住死梗啦。幸而一位忠勇嘅同事，話呢個忠勇嘅同事啊，冒了煙焰跑下3樓，拿了一幅6尺來長的床板。嗰個佢可能喺報紙度瞓覺嘅。所以咧拉咗個6尺幾嘅床板咧嚟做乜嘢啦？喂，喺上邊天台咧搭過去隔離嗰啲大廈，咁啊沿住咁嘅話啦，將全部職員咧安全整數疏散晒。不過其實咧疏散過程裏邊咧就其實等大廈已經燒到 black 㗎。好啦，這一次報社裏幾十年嚟嘅都付諸一炬。物資上嘅損失咧幾百萬、500萬啊！但同時咧得以健全嘅話咧，緊守門嘅同事同車房一位同事嘅家眷幾個人呢遭難死咗，即係死咗幾個人都啊！這是值得哀悼的。然而，這一次敵機嘅轟炸咧，只能喪失咗報社嘅外殼，即係話咧，喂，我哋外殼冇咗啫，精神長存啊！仲有啊，呢樣好重要，依然健全着，我們繼續在工作。無論如何，與敵人以重大嘅打擊，洗除這落大嘅恥辱。哇！呢個好重要啊！即係當年寫新聞一定要加啲咁嘢。冇錯啦，因為報道部呢一定係好中意有呢啲嘢喺度。如果你冇嘅話呢，唔得掂。其實我開頭嗰陣時佢 call 咗呢有成100幾200字，我刪鬼咗佢呢，就係因為好肉麻嗰啲寫到嘅喎。喂，每個人啱啱調串嘅，好肉酸嘅真係。好啦。嗱，你見到咧，中彈最後一個就係華僑晚報，但係咧喺嗰陣時當日嘅朝頭早10點零咧，你見到咧就係話咧5前10時許啊，記者團即係啲行家咧食完早飯咧走去跑街啦，即係去做嘢去上街，由水城區，大家知邊度咯？水城西營盤啊，水城區行翻去咧。行進不遠，便聽到咧嗚嗚嘅警報聲響啦。即係頭先咧案發現場嘅咧，再推翻前啲嘅地方啦。趕快行啦，去到邊度咧？荷里活道水坑口不遠，路人指着上空就説：敵機嚟啦！我高頭睇到啦，終於到個還原翻個真相會係點佢哋？抬頭一看，果然見到敵機十數架編隊從島嘅西北上空咧飛到荷里活道嘅上方，因為點解係西北呢？因為所有敵機呢就喺桂林嗰邊嚟咩嚇？阿廣播係咪？唔係菲律賓。啊，菲律賓啊，佢有幾雲啊，不過即係通常呢就喺西北面呢就兜咗入嚟呢度咁飛過去。當未行到文武廟之前，即係我哋呢度附近啊，你見到啦，忽聞得一下爆聲，便聽到前面啲人説：大馬路已起火啦！大馬路邊度呢？即係話啦，下邊皇后大道中290幾號附近。中間嗰啲我就忽略咗佢啦。一面扶傷而過嘅搬遷家具嘅不絕於途，即係話啲人走緊難，會係喺呢度睇翻落去。佢喺邊度睇翻落去呢？就喺歌賦街睇翻落去大馬路。一觸目呢，便看到本報已籠罩在烈火焚燒之中。渣都冇得剩啦！佢嗰陣時已經話投彈毀損至高無上嘅文化報導工作嘅報館，又有咩意思呢？長嘆一句啦，佢火場前面不遠，陳着兩個慘遭燒死嘅平民屍首，一個黃色，一個紅色。咁你諗到會係點樣個情況嘅話，我不忍再多看下去啦。咁變咗咧，我都唔想引佢下邊嗰啲啊，因為咧要引出嚟咧，仲好肉酸都有。
好啦，佢講緊喺邊度呢？就係江蘇酒家。江蘇酒家喺邊度呢？皇后大道中290A 咁上下嘅嘢。喺邊度呢？阿 Michael 啊，佢哋呢，逢星期五啦去上環嘉豪酒樓嗰個位度，一個係街尾，一個街頭。佢呢度呢就街尾，即係邊度呢？而家你喺上環地鐵站行出嚟呢，岳高個頭行上去文武廟嗰個石級嗰度，右手邊呢就係嗰間江蘇酒家。案發現場啊，當其時咁，因為你諗下個飛機喺度炸，你見唔見到幾多人啊？所以死傷枕藉啊，真係啊！當其時呢，樂古道仲未開嘅，後嚟先開樂古道嘅啫。所以點解呢？同我哋而家個位呢有少少偏移，就係咁解啦。嗱，而家個位就咁啦，你見到啦，正正就係嗰位啊。好啦，阿記者一路行咯，大家行家一齊做嘢啦，要轉下大馬路落返去皇后大道中啦。慘象更廣泛地展開，3架手車燒剩半隻，渣都冇啦，肯定嘅話。2個屍首橫陳道上，一間商店嘅騎樓底下還捲伏着幾個露宿母子嘅大小遺體。因為當其時好多呢係冇安身立命嘅地方嘅，所以呢好多呢其實係露宿街頭。不過咁唔好彩呢，真係炸嗰陣時嘅話啦，佢哋首當其衝，於是乎炸死埋啊！佢話呢度形容到啦，呢個我冇講詳細咧，因為呢，我都好難去形容，因為佢寫得好好嘅，因為中央戲院一個可怖嘅死者，額向外，腳向內。即係話個頭伸咗出去出邊啊！衣裳燒光，中間係啲咩？大家幻想下啦。當時一燒即死的，所以呢，佢哋叫嗰個疑燒彈呢咁可恨呢，就係因為真係即刻燒死，好嚴重啊！大家都知啦，而家大馬路呢個中央戲院喺邊個位啊？有冇留意到啊？就係呢度，左邊就係舊嗰個中央戲院，右邊就係而家中央大廈嗰個位，有間惠康嗰度啦，咁你新舊對比，你見到會係點啦？咁其實嗰度呢，就係華人生活嘅一個好暢旺嘅地方嚟嘅，所以炸咗嗰度呢係好不幸。好啦，鏡頭呢繼續啦，個炸彈炸到邊呢？喺大馬路一路掟落去，掟去邊度啊？蘇杭街、乍愛街，掟到落下邊一街之隔，下邊嘅呢都做咗目標區喎。不過呢就未去到南北行咁遠，喺前少少啦。呢度就話咁嘅話呢，其實呢度都死咗好多人，一樣係嘅話。依家就係今日嘅蘇杭街啦，近中環方向嘅，我影翻落去嗰個位度啦，即係而家呢嗰度叫咩啊？中咩廣場嗰度叫咩大廈？廣播。即係邊度？即係有個中間有個花園，好大花園嗰個叫唔係，即係喺威靈頓街同皇后大道中交界嗰個位。係啊，應該就係嗰度啦，冇錯。嗰個位咧講緊就係蘇杭街，就當年嗰個位啊。其實距離我哋呢度咧係好接近，好接近嘅。好啦，未掟完嘅炸彈，跟住去邊啊？掟到邊度啊？sorry， 中間見唔見到有陸羽茶室？永吉街。當年啊，陸羽咧未開喺中環而家嗰個位之前呢，1933咧就喺呢個位。個炸彈咧掟到喺佢門口，咁於是乎呢度又有死傷枕藉嘅，又係嚇。記者繼續行，轉出舊水車館。舊水車館即係我頭先講嗰個位啦，威靈頓街口同大道中交界嗰個位啦。舊水車館即係咩？唔知喎，死啦！消防邊個位啊？哦，即係舊消防局啊！舊消防局啊！即係邊個位？
咪就係阿威靈頓街嗰個咧，仲有使用嗰個地下公廁對吹嗰個位，嗰度就舊水車館對住嗰個位啦，就係、啊。而家後嚟就搬咗去恒生銀行總行嘛。即係再之前嗰個。 Yeah right、中區幾條平日好繁盛嘅富庶嘅街道咧，都分別無和喺呢次轟炸裏邊。不過可以托賴嘅咧就係咩咧？中央市場啊，中環街市以東咧冇事喎，炸唔到嗰度喎。啊！不過以下呢啲咧，全部咧喺當年咧都有或大或小嘅損失啊。包括咩咧？歌賦街啦、北街啦、乍惠街啦、同文街啦、威靈頓街啦、九如坊戲院都炸咗少少啦。中央戲院前邊啦、華晚啦、人人酒家對面、CC 公司對面，仲有中區區役所四街啊！頭先係江博文啦，區役所佢都炸咗少少啊！喺四街嗰個位。中區區役所喺孖沙街18號。係啦，孖沙街18號。即係咧喺嗰次轟炸裏邊咧，我哋嘅中上環咧真係講唔好聽，食到應啊！炸唔到，炸錯咗，中嘅，都中嘅。啊！呢度見到就永吉街啦，而家阿麥恩記嗰個位嗰度啦，仲係噶嘛。好啦，頭先都問咗少少阿鄺博啦，燃燒彈嗰個問題點樣撲救啊？阿鄺博可以點撲救？市民救唔到嘅，嗰啲膠化汽油彈嚟咯，chemical 嘅火嚟㗎，其實係啊，所以日軍當時即係佢當時其實喺45年嗰陣咧，其實美軍一路喺日本已經用緊小魚彈，即係轟炸大東京嗰啲。係啦，東京大轟炸咧已經用緊嗰啲 fire bomb，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揾沙救嘅啫。冇錯啦，所以你見到啦，冇嘢可以做。後嚟咧先發現到咧，間屋自己咧都要準備啲沙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再嚟炸一次咧點咧？因為如果水嘅話咧，更加惡劣。係水救唔到嘅。冇錯。燃燒彈點解佢要整膠化燃燒彈？其實一個原因係因為佢要確保嗰啲火喺水上面燒到，所以佢係攞銅鑼灣避風塘嚟試嘅。係，所以水一定冇用。係啊。不過好不幸啊，試咗去中上環。好，炸完點咧？賑災啦。所以咧，嗰個禮拜裏邊咧，全部報紙咧都講緊賑災新聞，同埋挖掘屍體嘅新聞。咁實際上嗰陣時有幾多人死咗嘅話咧，各有各個講法。有啲話咧100個人死咗，50幾個受傷；有啲就調轉50幾個人死咗，100個受傷。不過係點咧？就真係睇，暫時睇唔到有啲咩資料喎。不過有樣嘢帶動咧，就話主要透過東華醫院咧係做呢個咧拯救嘅工作，因為咧第一近我哋呢度啦，第二冇其他條件嘅咧，好過佢嘅附近嘅位。好啦，梗係要不停咁樣炮轟佢啦，話佢啦不顧人道啊，乜乜乜啦，開火肥佢啦，呢樣嘅話一定要啦。咁啊，敵機空襲香港、澳門啊，因為點解咧？澳門都好炸埋喎，喺隔離嘅話，不過澳門咧就冇香港咁大鑊喎，撞下撞咁咧，唔知係咪路過啊嗰啲喎。但係咧又好奇喎，因為點解咧？澳門其實係一個中立國嚟嘅嘛，當其時葡萄牙嘅喎，但係唔知點解咧飛機要飛咗去嘅。45年1月16號嗰次美國海軍嘅空襲咧，就有一隊飛機就去咗澳門，就炸咗佢哋個水上飛機碼頭。係有一次咁樣嘅，係啦。嗰次就係咪誤炸嚟嘅？佢話係咯，但係其實就手多嘅，係啊，即係所有呢啲設施佢都掃咗先咁樣啫，係啦。即係其實咧戰爭係盲目嘅，佢想講嘅，我哋大家都理解就係乜咧？有咩唔理啊，炸咗先算。好啦，救濟之餘，贈醫施藥，派足1個禮拜，仲要嘅話咧，因為點解咧？每人只可以1日1碗，冇其他嘢㗎啦。因為唔夠食啊嘛，所以先至有後邊嘅嘢。
嘢犀利。嗱，呢個就係大家傳説中嘅一樣嘢，不過事實上係有報導嘅。有見到啦，生人食死人嚇。不過有一樣嘢好有趣，揾到呢單新聞出嚟嘅話呢，第一日係第一張報紙嘅，係《香島日報》。第一日報嘅話，華僑都竟然冇喎。究竟佢點樣 miss 咗？我唔係好清楚啦。呢個話嚇，因為咁重要嘅嘢冇理由話報道部唔批要講嘛呢樣嘢嘅話。但係呢，反正呢，佢係遲咗2日先再講翻。你見到啦，嗰兩位一個男一個女嘅呢，就係話呢，喺路邊執咗個屍體翻去，跟住呢，就將佢起晒骨。起晒骨做咩呢？就係除咗自己食一部分嘅話呢，拎去旺角賣咗佢。兩單嘢呢，另外一單呢，同一單就有間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呢。第一案冇關，第二案呢同第三案係相關嘅，好有趣。兩單嘢都喺邊度啦？青山區，即係深水埗啊。即係當其時咧，深水埗可能係香港最窮、貧困、最冇得食嘅地方。咁於是乎呢，先有人食人呢樣嘢，去拎去旺角賣咗佢呢。啲人呢以為真係有新鮮肉食啊，可能唔清楚啦呢個話。但係呢，佢哋當日呢係判咗咩？唔係判槍斃啊咩嘢，係遊刑喎。咩叫遊刑呢？遊刑中咋？即係點啊？係啊，即係我哋遊街示眾遊街示眾咋？你中意行過呢，拍佢兩嘢啊，揾條鞭救佢兩嘢都得啊。遊街示眾嘅。係啊。咁遊完之後點呢？最終冇講呢度嘅話。有少少補充，因為咧呢個報咧係1945年8月7號定9號報嘅，係啊，打完㗎啦。係。所以點解呢個新聞出到街？我覺得相當程度係因為佢核彈都知㗎啦，香港咁咪知道輸咗㗎啦場仗。係，所以報道部其實佢根本冇報咁嗰幾日，臨尾嗰幾日好用㗎。除咗冇㗎啦，臨尾嗰幾日佢又講食人啦。然後佢另外有講咩呢？就係啲俾人捉咗去拘留所嗰啲人呢，要點交涉攞翻嗰啲人出嚟啦咁樣。所以去到尾其實嗰個報禁係應該臨尾佢個統治意志已經冇晒，去到7月8月尤其是係啊。應該就係咁上下啦。係。臨尾幾日咯。係啊，所以有個香島月刊呢，咪犀利咯。最尾記唔記得香島月刊呢？就45年7月8月出㗎嘛。定週刊定月刊？月刊係啦，月刊好記得㗎。有一月刊第一期起手第一篇文，戰後香港點改進。我話嚇，你又知打完7月啫喎，係啊，即係佢有種感覺就係佢哋知道 end game 嚟緊。誒，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將個 screen 咧去翻我嗰個 PowerPoint 度？我想有樣嘢想 show 俾大家睇，係我頭先我曳啊，我唔記得咗，因為阿偉文大哥講緊6月12號空襲啊嘛，個作戰報告啊。因為我突然發現有一樣嘢原來 match 㗎，就係咧佢話朝頭早10點啊，係咯，睇翻轟炸時間啦，呢個係其中一個中隊嘅記錄啦。當日有62架 B-24去嘅，咁呢個其中一個中隊啫。呢個中隊有幾多架飛機啊？等先，1、2、3、4、5、6、7、8、9、10。呢個中隊有10架飛機啦。咁佢講到明嘅就係每架飛65中隊啊，叫做45大隊。佢係1025時飛過銅鑼灣嘅，10點搭10。飛過銅鑼灣，佢裝咗啲咩呢？佢裝咗88個55加侖嘅油桶，係裝 napalm，裝燒耳彈，寫到明，係啊。咁就6月12號，咁呢一隊人就係炸銅鑼灣嘅。咁但係你望清楚佢個彈着點嗰幅圖，即係上邊嗰部分呢，你會見到一樣嘢好慘嘅，就係呢，嗱，頭嗰6架飛機呢，就準確咁掟落去嗰個避風塘，即係今日維園嗰個位嘅。你睇後邊嗰3架，亂嚟㗎，後邊嗰3架。掃晒落去灣仔㗎，見到後邊嗰3架飛機，嗰條白線呢，嗰啲格仔呢，就係彈着點啊，即係話嗰啲桶掟咗落去嗰條線裏邊啊。其實嗰啲桶原來佢掃晒落去咁所以你可以想像到就係點解中上環會燒得咁犀利呢？就應該係後邊啲中隊或者前邊啲中隊呢，掟緊去金鐘嗰陣呢，啲桶全部落晒去中上環，係啊，應該係有飛機早咗掉。其實爭好少嘅咋，你爭幾秒鐘就會出現呢個情況。香港個市區好細嘅咋，其實即係用飛行嘅角度嚟睇啦。
咁同埋佢好高嘅飛得，你睇下佢飛 altitude 13000尺啊，13000尺3000幾米啊，佢飛緊，佢散落嚟好似仙女散花咁散，唔係 smart bomb 嚟嘅，冇任何導向嘅啲嘢，佢就咁踢落去嘅啫。係啊，咁所以佢劈落去嗰下，咁是但一個呢啲 napalm 嘅桶一撻着，所以點解啲人話燒着即死？係啊，膠嚟噶嘛嗰啲，係 gel 嚟嘅，其實啫喱嚟嘅。咁啲啫喱笪落個身度，你死緊。冇錯啊，係啊，即係你黐住一笪嘢喺度咁。然後佢係火嚟，係啊。咁所以你隔離就係香港日報英文報紙嘅6月13號報嗰個報導咯，一樣啦，就係佢就話啦devilish design 啊，嗰個惡魔嘅陰謀。即係你見到英文都係嗰啲字眼都係冇錯，華文報紙好接近嘅，係啊。佢都有講啊 ，how to deal with an incendiary 啊，如何救熄燒疑彈，係啊。即係除咗沙之外，冇第二樣嘢咯。冇嘢可以做。因為香港日報咧，當其時咧係香港歷史上咧唯一一份有3個版本，有中文、有日文同英文。因為基本上咧，佢喺戰前咧已經係一份人民報紙嚟嘅，喺香港出版緊。所以報導部好睇重佢哋嘅。仲有咧，中文報紙咧啲嘢一定會遲過英文報紙，就係因為點解咧？會比英文報紙登先嘅，所有嘢都係。所以中文報紙咧只能夠執口水尾，即係同我哋以前殖民地政府一樣嘅個做法嘅話係冇分別嘅嚇。好，咁就不如用呢啲時間，唔知現場有啲朋友或者網上嗰啲朋友咧，有個問題提出嚟，等下兩位解答下咧。係各位，多謝兩位。我想問下阿偉文兄，都係關於華僑日報老總岑維優先生嗰個富敵或者係漢奸嗰個問題。上一次嘅講座咧，你就提到嗰個後續嘅故事啦。戰後俾人哋批評啦，咁然之後就阿岑老先生就發表咗一篇文章啦。咁之後咧就老總謝明仁咧就攞佢個碩士論文咧就探討呢件事，咁之後又寫一本書。咁由於我太懶啦，我冇睇到，可唔可以講一講嗰個即係有冇一個比較結論性啲嘅一個説法出嚟咧？其實頭先阿鄺博都講過少少啦，因為如果你睇翻喺個報導行文啊、取材各方面嘅嘢咧，佢哋其實係好巧妙嘅。講某啲嘢嗰陣時咧，係刻意咧就話咧要誇大佢，但係咧最尾咧可能咧露出咧個馬腳咧就話咧，喂呢個全員呢個咧日軍全員呢個咧犧牲啊之類咁嘅嘢擺晒喺尾嘅。咁你睇嗰陣時咧，你唔係淨係睇頭，要睇埋尾嗰橛，或者咧就好似我哋咁啦，喺嗰日嗰版裏邊咧揾放大鏡咧睇下有冇嗰段嘢講翻呢一樣嘢。通常佢哋排版嗰陣時咧，就話咧不利於佢嘅嘢咧，不利於日本嘅嘢咧，一定唔會上頭噶。即係喺下邊嘅，同埋咧下邊擺邊個位，同埋咧香港新聞咧當其時嘅話咧，喺幾份當其時仲繼續出版嘅中文報紙裏邊咧，頭版咧係國際新聞嚟嘅，香港新聞咧永遠擺老二嘅啫。因為點解咧？佢唔想你咁多 local 嘅人啦，太了解嗰個情況會係點。第二就話咧，國際新聞嘅話咧，佢可以着重嘅咧，佢報導部咧可以宣傳佢日本啊，佢點樣威啊之類咁嘅嘢，呢個係事實嚟嘅。仲有好少登圖片嘅，佢哋係圖片唔可以俾你登，因為點解咧？一登嘅話咧，個後果咧影響好嚴重。最重要係乜嘢咧？阿鄺博頭先都係提過，哇！區役所喺邊度啊？呢個軍事機密嚟嘅。唔得噶嘛，呢啲嘢嘅話，所以排米啊之類咁嘅嘢咧，一定唔俾你登但係喺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啲前輩嘅話咧好醒。總之咧，任何嘢咧，你都會發掘到咧喺裏邊咧，某一句嘢啊，調翻轉頭去理解啊之類咁嘅嘢，好多嘅會係嘅喎。所以我頭先咧講緊咧，我哋啲行家前輩咧喺個轟炸之後嗰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咧喺個言語之間咧，佢其實都有自己某啲睇法喺裏邊嘅，就唔係話啦，
哇唔係喎盟軍啊乜乜不道義啊乜乜之類咁嘢，因為喂南京大屠殺我哋又唔不道義係咪？你不能夠咁講噶嘛？你炸呢個呢，我哋好多廣東省裏邊嘅城市嘅日軍嘅話，又唔見你講道義，所以某個情況之下嘅話呢，我覺得好可笑嗰啲嘢嘅喎係。仲有啊，有一樣嘢就一定嘅，凡係有報道部或者阿總督呢去呢個呢參訪呢，或者呢去好似呢啲炸完之後呢去 visit 啲民眾嘅話呢，一定要講啊。不過講嘢都係唔可以出圖啊，因為顯示佢啲官威啊各方面佢有做嘢，向呢個東京交代啫。啊，嗰邊我哋附近咧呢度咧舊皇仁書院，即係皇仁嘅，但係 P.M. 而家嘅 P.M.Q. 咁係咪喺呢次嘅唔係嘅嚇？個炸唔炸？鄺博答啊！可唔可以轉我個 screen 度啊？唔該晒。我地圖終於冇事啦，因為係啊，我多謝你嘅問題。咁嘅個情況係咧，我哋可以睇相啦。係，終於可以睇翻我哋個 3D 地圖啦，好多啦。唔好意思啊。中央書院嗰位咧，你見到㗎呢張相咧係1945年2月影㗎，即係話嗰次6月12號嘅空襲4個月之前。4個月之前咧，你見到中央書院已經冇晒㗎啦。冇錯。嗱，你見唔見到得翻個廊，同埋得翻呢幅牆個倒影？咁呢個廊你見到咧，呢個廊有3層，1層、2層、3層啦。咁呢一個廊得翻1層嘅啫。咁但係如果你睇翻1943年或者再之前嘅相咧，其實個建築物仲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就一路俾人拆緊啊。咁去到45年2月其實拆晒㗎啦。係啊。咁所以冇我諗係好早，可能香港戰役期間個建築物已經受損。咁跟住就一路俾人拆，去到45年嘅拆晒。咁所以去到45年6月嘅空襲裏邊咧，其實就冇嘢燒㗎啦，係啊，冇嘢俾佢再燒。反而頭先講緊咧中央戲院嗰頭咧，如果你睇翻呢張，呢個就係中央戲院啦，圓形呢嚿，呢嚿係啦，呢個就中央戲院。所以呢條黃大路中一路去條路，咁嘅呢邊就中環街市。咁所以頭先咪話咩好彩有個位中環街市以西站唔到嘅。嗱，你睇一睇啊，其實係好密集嘅呢個位。中環街市以西嗰幾條街係非常之密集嘅當時，係啊。咁今日就梗係變晒做高樓大廈啦。但係當日你想象下，如果呢個位燒着咧就弊啦，救唔翻㗎，係啊。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真係。係啊，所以都係好彩嘅，即係。所以我有一樣嘢就好可惜嘅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冇45年6月之後影嘅航空相啊。咁所以我睇唔到45年6月呢次火災嘅影響啊。我下一次見到嘅航空相已經係1945年12月。咁而去到12月嗰陣咧，未重建得晒嘅。咁但係有好多已經有人住翻啊。咁所以變咗我唔係好睇得清楚。我會嘗試對咯，之後係我嘗試會就係攞呢一輯相同45年12月嗰輯相對。咁中間就睇下6月呢一次空襲，因為6月呢次空襲好特別嘅就係咧，因為喺報館附近發生啊。咁所以就相當多描述，好詳細嘅。但係其他大規模空襲冇乜點咁詳細描述嘅。冇啊，基本上係絕無僅有。係啊，另外2次有描述過嘅空襲，即係有一定內容嘅咧，就係45年1月嘅15、16，即係美國海軍嗰次。45年1月21灣仔大空襲，同埋44年10月16紅磡。係得呢幾次係報紙講多少少嘅啫，紅磡都唔係好講嘅報紙，因為對面海佢唔理嘅基本上。其實喺對面海咧，某個程度上邊咧就係話有個自生自滅嘅地方，好似係佢真係唔理㗎。所以點解頭先話人食人嗰樣嘢咧，就喺深水埗，而且唔係當其時發生嘅，已經過咗幾日㗎啦，係。同埋亦都有傳聞咧，就話咧，其中有一單咧就係有個女人咧就專捉細路仔㗎嘛，變咗嘅話咧。係咪嗰樣嘢咧而傳染咗去第二單咧？冇人知啦，呢樣嘢嘅話，但係當其時就係不幸地咧，全部發生個位嚇。唯一個數據可以補充就係喺44年12月，阿基谷廉介俾人炒嗰陣咧，佢寫咗個報告嘅。佢寫咗個報告就做乜咧？就佢交代晒佢嗰幾年，即係2年零唔知幾多個月啦，喺香港做嘅嘢。咁裏邊有個表嘅，個表其實就有講有幾多個人因為
人肉割取俾人拉咗，係啦，個罪就好明確嘅，佢係話割取人肉，咁應該係攞去賣或者自己食啦嚇。咁去到44年咧就40幾宗咯，我記得係40幾宗，拉咗就40幾宗啫喎，咁所以實質嗱係啊，首先好多拉唔到啦，第二就係佢係罰你攞人肉啊，佢唔係罰你食啊，冇錯。係啊，鬼知邊個食咩？係啊，咁所以。哦，哇，好恐怖啊！係，但係唔出奇，係真係燒肉添。係啊，一啲都唔出奇。係啊。戰後就可能會報翻，係啦，但係戰爭期間就冇報過，去到最尾嗰日，差唔多要去到，即係8月9號咩事咧？其實8月1號廣島原子彈爆，所以真係掟咗原子彈先至有報導呢啲事先走到出嚟。但係戰後好似係華僑日報，好似先生你冇講錯，我印象中即係所以點解謝永光嗰陣寫嗰本書咧，其實係主要用報紙嘅，係啊，即係佢講緊3年零8個月嗰幾本書咧，主要係用戰後嘅報紙嚟到寫。不過咁戰後嘅報紙有個問題嘅，就係有陣時啲嘢可以好誇張咯，咁就冇辦法。係。即係顯然可能有個集團係做呢啲勾當。唔出奇啊。唔係冇機會嘅，其實係啊。我哋對嗰陣嘅犯罪嘅理解係好少嘅。係啊，你諗下啦，好似話齋，佢個刑罰係遊刑啫嘛，冇講話佢係咪槍斃啊或者咩嘢喎。係啊。但係你亦都反映到就話啦，當其時實際上咧係啊嗰個饑荒係非常嚴重，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咧喺報紙上面你見唔到呢啲嘢嘅，點解咧？報道報紙可以俾你講咧，就話啦，米價將會低㗎啦，大家俾啲耐性啦。水咧幾時咧？下個禮拜會恢復㗎啦。一般都係呢啲嘢嘅。所以咧喺嗰幾年裏邊咧，你要揾呢啲嘢咧喺第2頁咧，全部都係呢啲新聞嚟嘅。或者阿總督啦，去邊度啊？探訪啲咩嘢啊？冚唪唥都呢啲嘢，唔會出現到頭先嗰啲嘢嘅。所以當年做報紙嗰啲好陰功，孭住落水嗰個臭名啊，漢奸。咁但係你又要繼續做呢行喎，即係你唯一嘅生路嚟㗎嘛。我哋華僑報，我哋老細講，我哋都係揾食啫，為咗班伙計啊。即係如果你執咗華僑報，咁你即係好多人都失業啦嘛，係咪先？即係佢嘅在商言商嘅言論，我覺得係值得同情咯。理解當然嘅喎。係啊，真係。因為如果佢執咗個報咧，佢失業咧，而佢又冇得歸鄉，又冇鄉下冇人照顧咧，全部餓死㗎啦。係啊，所以一定要咁做。係另一位嗰邊。係今日1、2、13國家公祭日啦，能夠聽到呢個講座，我覺得好應呢個節日啦。咁多謝3位先。咁先頭3位都講到喺嗰個時候，香港報人係好辛苦，喺咁艱難情況之下，都好多好有氣質、有風骨嘅一啲嘅報導啦。咁喺日本方面，如果佢發現呢啲嘢，點樣對付？有冇咩點殘忍對付呢啲香港報人呢？印象中就係約佢，其實就佢本身已經好驚㗎啦，即係其實當時嘅人本身已經好驚啲憲兵㗎。咁係試過幾次就係佢唔滿意個報導，就憲兵部打佢，就要人。咁係有呢啲嘅，係啦。咁就譬如你當時啲文人，譬如阿陳君寶咁樣，都試過俾憲兵捉去問。咁所以淨係問嗰個過程，佢哋已經好驚。但係你話有冇殺過報人咧？我印象中就冇嘅，係啦。但係捉去憲兵部嗰度審啊問啊咧，係一定有。同埋嗰個就咁經歷完啊，其實已經真係即係嚇到傻㗎啦。咁所以係有嘅，其實係。香島賈立夫咧就唔止一次都被邀請去報道。不過咧，通常咧係點咧就係喺間房度，你坐下先，一坐幾個鐘，唔知乜事嘅，跟住就
可能坐完咗幾個鐘之後咧，冇人問你嘢咧，你就得㗎。即係呢啲係佢自己事後講翻出嚟嘅情況會係點咯。佢好少話俾你聽嘅話咧，你邊啲地方有問題，即係你自己諗下啦。我聽嘅即係叫你話嚇，但係實質上係咩？有冇懲罰或者其他咩嘢咧？好似佢話齋嗰間房又凍又剩咧，廁所冇得去嘅話咧，咁佢真係要諗下下一步做咩啦。會係，但係呢一個心理恐懼對佢嚟講係唔會，即係你一世磨滅㗎嘛？呢啲印象嘅話係嚇，但係有冇人又俾人去懲罰啊，或者甚至乎去槍斃一啲嘢咧？未曾顯示過有呢啲資料，不過亦都有一啲咧話幫呢個咧遊擊隊或者咩嘢啦，搜集情報嘅類似啲嘢係有發生過嘅。但係咧嗰啲就唔直接係記者或者係編輯嚟嘅嚇。問多少相關問題啦嗱，咁先頭都講過讀賣新聞啊、朝日新聞啊，喺香港都有佢哋嘅分社啦。咁佢香港應該有中文版嘅報導啦。冇正日文，沒有佢 pass，真係佢就係傳啲稿俾嗰啲香港啲報紙出啫嘛。係冇嘅。唔該。前面好似有位啊。兩個問題想請教嘅，第一個就係VE Day 嗰陣時，即係5月9號1945年，嗰段時間報紙係有冇去報導或者點樣去報導嘅咧？好得意嘅呢個，係啊，呢個好得意嘅，佢係阿鄺博，聽聞你啱啱去完嗰度翻嚟喎，係嘛？去邊度啊？你去咗 D-Day 嗰度喎。法國唔係佢 VE Day，佢講緊即係希特拉自殺，好得意嘅。佢希特拉自殺咧，佢係要照報嘅。要。跟住阿 Dönitz 阿鄧尼茲上台咧，佢又要照報。跟住德國投降咧，佢又要照報。其實好尷尬嘅，因為咧，首先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咧，日本同蘇聯係唔係處於戰爭狀態嘅？喺45年8月9號之前。咁結果發生咩事咧？就係蘇聯佢慶祝自己打贏德國嗰個儀式上面咧，其實日本駐莫斯科嗰兩個武官係要去嘅。咁啊好尷尬個場面就係嗰兩個日軍高級軍官喺莫斯科慶祝蘇軍打死希特拉，即係咁樣發生。所以咧個報紙咧係有報嘅，甚至乎英文報紙都有報，甚至乎嗰個報紙直頭又唔知用乜嘢辦法入到去赤柱拘留所，而赤柱嗰班洋人係直頭係開心咗一晚。咁但係開心完之後咧，佢哋有講嘅，有部分有講，開心完之後好驚啦，死啦！贏咗係開心嘅，但係日軍知道自己輸嗰陣會唔會殺晒我哋㗎？係啊，即係佢哋一開心完，下一秒鐘就諗，喂，咁佢點處理我哋㗎？佢又唔敢開心啦，又即刻咁樣。咁呢啲報紙係好得意嘅，就去到佢日本投降嗰下咧，其實個情況有類似啦。8月15錄音放送，佢又報，咁佢都要報㗎，咁樣報完咧。8月16號發生咩事咧？就係赤柱嗰邊拘留所，又係睇報紙啦。深水埗戰俘營又係睇報紙啦，發現日本投降喎，咁啲人就真係喺報紙度先知道，哦，原來日本投降，咁得啦，咁啊大家好勇敢啦，變得咁樣，咁所以去到嗰啲位咧，佢冇得唔報啊，係啊，所以佢瞞唔到，調翻轉頭，羅斯福死佢都有報㗎，係啊，吊唁添啊，即未至於有個會吊唁咧，即係佢有啲係話點咁樣㗎，所以甚至冇咩啦，法國拜當啦，俾槍斃咧，佢都有報㗎。至少報咗3日添用，即係話咧佢叛國啊嘛，法國嘅話，但係佢一樣有報㗎係，我至少要睇到3次啊嘛。墨索里尼死就報咯，係啊，貝當又冇俾人槍斃嘅，貝當佢應該係捉咗嘅，但係佢就誇張，即係佢哋嗰陣報就話，應該都死咗啊咁樣嗰種咯。bắt佢咪話要。係啦，所以呢啲位其實就市民你淨係睇呢啲消息，其實你都大概估到會發生咩事？其實又咁講，我有種感覺㗎。老實講，就係咧，去到尾咧，我發現日本人收斂嘅開始，即係有少少就係知道場仗係唔係用佢希望嗰個方式結束咧？其實佢哋譬如報禁啦，甚至乎總督部對個市民嘅態度都係。咁所以去到8月16、17號咧，嗰啲報紙《華僑日報》嗰啲咧，好得意㗎，突然間變面，和顏悅色咁同啲市民講嘢㗎。係嗰幾日啲報紙係嗰啲壞。咁嘅，係啊，係即係日本嗰邊，日本官方嗰邊係對市民嘅態度係180度轉變，
唯有一日咯，佢提醒你啦。而家治安考慮，大家都唔好出咁多街。即係佢有睇呢樣嘢嘅，雖然係接管，即係等英軍接管嗰段時間咧，佢都好驚，因為點解咧？分分鐘佢出街俾人揼噶嘛。即係而家輪到佢啊嘛。所以點解咧？不過佢又要強調翻就話，我仲有槍喺度㗎，大家都要守下治安啊之類咁嘅嘢。玩慢慢啦。好啊，咁啊，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首先多謝兩位啦，多謝現場嘅朋友，亦都多謝網上嘅朋友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嗱，拜拜，多謝。